什么是这个连假的天气？这个连假天气过了后，大家明显感受到讲，即马加真凉冷。气象局是讲，说是因为伫淡薄季风、华南风、雨下这个影响，这个过到了后，中部以北，包括北部地区啦、东北部拢可能落雨。相信乡亲拢知影，感受到啊。提醒乡亲出门时一定要加减这个早这个雨伞啦，还是雨伞要加减早。像早起7点开始呢，这个玉山落这个落4月雪，而且讲继续伫落，积雪差不多高度有1公分，玉山已经变成规片的银白色的世界。拜2、拜1，当然这2天这个温度会较低，到拜3、拜4的时，就小较回温。要不中部以北地区，包括东北部，依然是湿凉凉的天气。北部地区差不多是18到20度，局部地区有可能会落短暂雨。中南部是日料温差比较大，中部是2到23度，南部是差不多25到26度，一直到拜5、拜6。冷空气开始减弱，除了讲东半部甲北部山区有局部的短暂雨以外，其他各地呢有可能会变成好天到济云的天气。这以上的天气资料提供乡亲来做一个参考。